淡江大橋通車第5天，也今仔日是第一擺拄到歇假。舊林碼頭遐閣有辦活動，這車是真濟，再去淡水迄個方向，就達5公里長。也明仔載禮拜，民眾若想要行這個淡江大橋去行行咧，公路局就提醒，按算明仔載淡江大橋這個四邊車會共款坐。淡江大橋淡水這邊人車是真多，通車了第一個假日，不少人透早就來看這新的地標。有人先行到橋的另外一邊，閣騎腳踏車回來。從台北騎過來的，會很塞車嗎？不會，都騎腳踏車，很多人，對，很多人，對。老街到這邊來，人跟車比較多。他從台北到淡水其實還好。來看一下新的地標，這樣。我覺得風很大。對，然後還蠻舒服的。現在太陽比較大，等下就是早一點會比較好。賽車人也袂少，在61八里這邊一直到下晡車遊玩真多。淡水這邊是為早起10點外就開始車坐，要踏到5公里長。公路局表示，大假日閣因為附近的淡水漁人碼頭要辦活動，全港車流量甲人流量攏袂少。新控中心嚴密監控大橋甲周邊道路交通狀況，閣甲新北市交通局、合區警分局密切合作，啟動調整交通速度策略。明天的話，應該是這個連假第2天的話，那天氣的狀況大概跟今天差不多，所以我們可能預估明天的車流狀況應該會跟今天大概是一致的。那所以我們這邊還是提早的呼籲用路人，那明天如果說有需要來前往淡水地區的話，那盡量的多利用那個關渡大橋。新北市交通局提醒，淡江大橋無論是快車道、慢車道，攏免臨停翕相。若假日15噸以上大貨車，為中到12點，甲暗時9點禁止駛淡江大橋。另外有當地人進前反映，淡江大橋腳踏車道有積水甲斷沙。公路局指出，因為10時瞬間大雨，致使雨水溢流，周邊土石流入引道，當時早起就已經清除，後續已經設倒水溝，提懸整體排水效率。記者綜合報道。